后来搁来一件免费到厝拄电鳗，竟然变做强迫推销。有民众伫大卖场写门券，同意予业者到厝内使用这个吸尘器免费摒扫。想袂到业者是来推销一台8万块的吸尘器吸尘器，搁当场拆开使用。消费者伫半硬软啊之下就甲买了，但是事后想要来退钱，业者无爱互退。律师讲，就算业者当场甲产品拆开，民众也是会当无爱买哦。就算有买，嘛是会当伫7天内无条件来退货。机器咧运转，使用延长线操作，还阁当场跳电，民众真受气，表示讲当初伫卖场提门券，互业者教父免费摒扫，用这吸尘器，想袂到竟然被强迫推销。他一进门就说：“哦，他们最主要是在卖这一台机器，然后就跟我说，拆封之后就不能退。”不少民众甲伊同款，伫面册点名迄只卖场拢填写问卷，同意业者到厝内实际操作这吸尘器。示范了后，就一直叫人开8万块购买，但是事后想要退费，对方说伊无适用消基法当中的访问买卖规定，拒绝退费，甚至阁要收8000块的货物的精神费。保证书就是写说，买了就不给退了。拄着这种情况，民众要安怎自保？律师强调，业者行为已经是属于访问买卖，民众迄时阵是使拒绝购买，就算是买啊，嘛使伫7天内退货。所以消保法才特别的一个规定说，这样访问买卖的话，你消费者可以有7天的犹豫期。目前为止，消基会接到全台上百民众投诉，被强迫购买，阁无法度退费。消费者伫面册串联，要为家己争取权益。